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路，路就是出来洗动作，像咱讲路涂骹，若是用鼎煮食，煮线就爱路鼎。其他的物件若是有出来口、出来洗动作，嘛会当讲路。像讲茶做的刀啊，拢会先路好白，安尼才袂去切着伤、路破皮。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路卡，原来是安尼写，像讲坐公车的时，拢就爱过卡来付钱。第二个词脏路啊，用各种脏毛做的路啊，咱就会当讲脏路啊。像讲洗衫，咱讲洗衫路啊；若是路顶的，咱讲是顶路啊。咱做伙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马信用卡真便利，嘛真普遍，像去超级市场，路卡就会当买到脏路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路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